嗨呀，各位聽眾，各在歡迎路人都來收聽，邊個好見的節目？這個禮拜咧，我咪介頭一條書俾個人講就是，啊，是講你咪參加邊個好見的錄音咧，你阿教講你咪參咧，我幫你 Eventbrite register 時，你咁樣去 register，呢，我一到係我要做新嘅嘢時候，我寄你 link 去後，寄人 link 嘅時候，寄學隔了人 sign up 嘅人呀。但是講你冇 sign up 咧，你話另外寄當佢寄啲早起我夠過啦，睇人叫我寄，我只氣笑佢都知哦。我先同你講聲啊，佢不到時 sign up，當叫我 add 你邊件事頭一擺嚟，因為你康圖冇掉嘛，成係你啊，怎麼出住嚟講啊？泡呀，苗苗。用啊，都是别死啊！这点，是别死啊！你不是泡，我就冇講你背。哆啦 A 夢，我冇講，你是小叮當呀？你講你是有影掉咯？我把刀買隻 bell 你稱。哆啦 A 夢。我係你買隻 bell 你稱啊？你冷水哦！你叫我變成啊哆啦 A 夢咯，而家講啊掉啊隻小，啊唔是隻小啊，超情講啊準，你可以變到像小叮當嘅變樣哦。OK， 嚟介紹大白嘅變性，頭先大白嘅尾度咪是哆啦 A 夢，就是小叮當啊，這點來看這邊。誒，等陣有人啲後尾開掉 YouTube。แล้วก็有人ที่ join 掉係咪 join 掉？做掉 recording แล้ว後尾個開掉 YouTube，所以有兩個聲啲行掉。哦，你聽到人，是啦，那是你開掉 YouTube 嚟講冚戲，還是請 headphone，還是 mute 掉？啊 ，OK，所以當然特別嘉賓咧，就是怎啊？特別嘉賓就是這電咯，加這點甲啊秋晴，了個有毛毛菇可能 Hello， แล้วก็ออติตู可能 Hello， แล้วก็隻小冇來啊 Hello， 嘿歡迎隻小我係聽咧 OK， 嚟聽咧。แล้วลองใช่ลองไอเทียน嚟ใส่去 YouTube ไปเลย明特別唔要緊啊！我anyhow 都冇摸佢咪緊。我看得點啊 YouTube 咪看到外邊咩？我即看得 live。哦，我 YouTube 咪 live。YouTube 我冇看。YouTube 咪 live。冇聽講，你聽講過。OK 嚇，อันนี้ใส่แล้วทางกล้องเลยใส่แล้วก็489歡迎。Hello，489です。489啊，4個字9啊，我發現你而家叫你名掉啊。仲都掠看者是最嚟。最。哦，嗰邊聲啊。有可能是免車嘅啊，免車你沒有啊？我看到車喎。哦，OK，免，我驚看到浪車。啊，哎呦！走咧，我走喺度等咧，我俾講係除咗。啊，OK，嗰邊嗰另外一個 Skype 有人啊叫我 call 人，浪住來是做人應該做嘅物件先啊。你看 ，OK， OK， 只看來啊嗰邊啦，at 當家事啫。OK，咩？個有489啦，個有venture，個ketupat，唔是，Putu Mayam，你小姑冇來啊？未記你名呀？冇話錄嘅來呢。你唔知講電話條4個字啦，我會記咩？多啲上路。啊，多啲我是，แล้วก็個馬路卡來是裝啊？哦，獨立頭冇個獨立頭歡迎。แล้วก็จะสักเสร็จแล้วแต่มาบรรลุก็ไลฟ์วักแอดลองกันสิจุยอ่ะcopy อ๋อ Hello，大家好。嚟介紹copy อ๋อนั่นเราบอก sign up email
我較早無 confirm 講會來未來啊。哦，แล้ว其實個 because 啊，你是 call 啊，每晚係我哋 interrupt 嘅 show 特別就幫我哋幫啦，你嘅 add 你咋，所以你是你 sign，不但你懷疑，你冇差唔多嗌買來下，你 calling 嗌來下，你 sign up 啊。แต่ว่า email 是การ人提到 one time เนี่ยว่าแม่งแก่另外，如果你一人10幾人，我一人就แก่10幾刀啊死去咋。แล้วก็有就追個頂到是我是假咩啊？頂到我咩攏是咩咩？聽 headphone。頂到 finally 啊10個年 finally 我嚟曉啦嚇，就聽 headphone，然後佢就夾另外10個年時間啦，即係 add，特別即係比較見即新嘅數。個有一間個比把另外一間大波叫我 add 意思就最。蕭劍湖。哦，蕭劍湖，蕭劍湖歡迎 ，OK。Hello，大家。蕭劍湖每成日叫我 add，你係記曬啊，把打我 email 啊。OK，OK。冇啦，這人都學到四個人幾人，直你叫我。OK。冇，actually 那是講亂 sign up 了，亂買來啊，全部未名。嚇對，because 我寄去嘅時候，因為satu kali 我 email 嗰啲人收到嘛。我們一人 auto message 啦 auto generate 我寫幾知道呢咯，對 ，OK，平安啦，把到人愛來人，我再 sign up。嚇，來每看每你，但是你唔知，就 sign up 嚟講，佢別人唔知，就是每晚就 sign up。我未รู้咯，你是最，你是個標。個標哦嚇，呢度 sign up。OK，so 你按照在網絡 login 入嚟 Facebook 呀？我知你特個字有一刀咯，那應該是今日咯。你報呢呀，你登呢呀？啦，係啦，你應該睇住我啦，我是你安怎？用心嘅方式嘛。嚇，不，我俾佢講，你那是 Facebook、YouTube 看，新聞有看。Facebook 我有報寫，我有錄音嘅時候我有報，講其實錄音，特別若是講你 sign up 嚇，個另外一個 sign up 我叫你，即應該學別人知道冇好嘅，你去邊啲學見.com/join，邊啲學見.com/join。แล้วอีตัวก็ก็อันจะ join อ่ะแล้วอีอยู่จะเลยวิเสีย join for future recording นู่น click 下邊แล้ว future recording 嘅時我成日講 OK 我成這禮拜就 day เนี่ย嘛這禮拜我攞住整我個 pass 我冇影數冇好叫起แล้ว我就 connect 嘅 email 起啊但是講你 join 喺 mailing list 係講你在我通知你 by email OK แล้ววางคุย email อันจ้ะแล้วนั่น是 show จะ start 嘅時我就寄隻 link ให้你即 Skype 嘅 group Skype chat 嘅 link， 你收彈嘅 link 咧，你突然就呢度 automatic 開 Skype 咧就接起嘅，接嚟整嘅。所以寫我係講咩咧？寫咧我就去吹咧嗰度 add， 我 add long 咁時間啊 add long 啊那用 add 嘅，我就去 Skype 嘅呀嚇，嗰度 search long 嘅 username 咧嚇，佢 add 入去 chat， 有時我唔知啷名咋，呢個 Skype name 啊。所以你出名啦啦。掉價啦！我接落嚟就掉價10個年都唔知啊！掉價我就冇我去 show，可能是頭8點鐘嗰時 at 人咯。OK。講笑呢，冇起哄啊！當結冇啦，冇起哄，solo 個。แล้ว講嘅有講有爽，冇講哩啦講啦。你當佢諗係咪話OK，冇講做實，你係記定咗獨立頭講，未使講做實，啊咩唔使講，未使講做實。而家要見，諗咪講，我被 focus 諗嘅做實嘅 topic 啊，做實嘅 topic 咧，咪講嘅唔是咪講，你按咗做實，假如按咗掛啊，還是假如按咗食咩物件，係死，你看啦，把啲你學掉，看，即唔是諗要見嘅focus 啦，要見 focus 咪講。關係加做實嘅數，你當今只我 feel 到成唔知咧社會嗬，成個只人逼切嘅會做實，尤其是我大會 for the past few days 搭節嚇，有一個人跳火車，哇shit！所以我講一個，所以搭節嘅時，伊會 train delay
delay，打字 delay 就是掉了。我去新加坡是本是有啊，所以我實在要講這話題了，個有人個有成個人會聽講會起來甲人講誒，樣被自殺過嘅經驗。你那個講安怎還沒試過，安怎有個人會想到要去自殺？攏知自殺係咩意思？就是愛死哦。啊，家己睇家己啦嚇。OK。去耍。啊，試試去。哦Georgia Gorgeous 我會 share 啦。Actually lang Penang pun I mean about Chusak ni actually si mu quite the case one. Okay. Like recently I think few weeks back. Boleh si kui jeng kui kan couple ni sia. Di Kalau kong sing lah. Oh, okay. Kalau kong sing lah. 呢個這多真版嚟。OK。Wow. 來我哋都講。咩啊？ulang 這跳海quite久。Until okay. So because since I'm long concrete Chusak lah. Okay. So what I will speak on behalf of befrien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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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ndors係咩數？哦 Defender 啊。Befriender 一是主殺嘅 counseling 嘅協會嚟。Befriender 是一個 organisation 伊人 volunteer 嘅。Okay, suicide prevention and counseling 同埋啦。OK，這樣講。都想 depression 嘅時候 call 伊人甲你講。OK，即係 suicide prevention 嘅 hotline 啦。paid 伊人就是 volunteer 嚟。即係我哋對你講話，先生嘅 show，你係 provide information 咯。我係見到你嘅 show 嘅。Okay. Lot I have information. 我咪想要 hotline 嘅，即係 Malaysia 嘅嘢嚇。Malaysia ni 有9個 center 啦。Okay. So we one centers in Penang, Ipoh, KL, Seremban, Melaka, Muar, Johor, Kuching, KK. Oh. Okay. So under access. Sorry? Under access. Okay. Usually one provide service through phone, no? Okay. So yeah, actually service is different from center to center lah. Okay. Penang ini. Saya講緊Hokkien話。Tatale Tataku 冇上嘅，Tataku 冇上啦，冇上咯嚇。If so, sangka Penang ini, okay, our one service is every day from 3 p.m. to 12 a.m. Okay. So when within this time, like I call into our center with the hotline, let's to speak to one of the volunteers 咯。OK， 等陣我會寫起來，我當見到啲 show 嘅時，我就寫綁起來啊。你所到啲檳城，你同我講檳城嘅城，檳城嘅hotline 電話號碼是。OK， 04。等，因為隻 iPad 未開。OK， 等陣，我寫起來，我就綁到啲 show 嘅，其實人看到。004了。28 111 08 你冇想講你 vanity number 呢？冇啦，嗰隻 number 就是講04 28 15161 28 15161。Now, a bit of good news from the 1st of August key, all calls to Befrienders Center throughout Malaysia is toll free 啦。哦，免累。講你聽，你係你 group 咩？Befrienders。Befriend 啊，成個 befriend。對。是你字啦。所以意思成個講。B 你朋友ERS 啊 befriend yes. Okay.
OK，你我 check 看，伊 number 是0428111108加0428191161。对。OK，我放，看你啷有哪讲呢？是我放起，我唔知我有呢 group。Actually, in Lang Penang ni, we are quite lucky ko ujar je jeli Lang quite in kami uan ko ni sim social uan ko sim lah ha. Not only ko wang the our mu upale organization mu provide an economic service. For example, ko maybe I speak in Lu Ai language show, Lu Ai in Mandarin, Lu Ai in Tamil. Ours ni si Lu Ai in English, Malay, Chinese, Hokkien. It happened to be that the tia lang ihao ka lukong masih lo. Okay. So we had done the Penang siko boss ko that recently the like Chiao Hai case quite see. So when you go lang like the like the actually under like Joe bought the Penang bought the lang contact one lah. Oh. Do we not have it go? You know, is there something they are enjoy? Okay. Gayo. Actually, mesti ko only ko anelo ujar si because one from one everyday tian, you know, especially ko talking to xiao lang you know the younger generation yang just under a lot of stress, yang we gone. So you know, at first we young and resort to things like lupa tia we call self harming no.对。講 cutting 啊，上面看啊。對cutting 咯嚇。And 另外就講個 only 這裏邊嘅嗰時 amount 等人 ，actually 河南 actually 真係 ，okay，it's just that 個有冇會講 ，so sometimes they contact us by 有 email 啊，有 email 啊是我冇有一個 WhatsApp 嘅 service 嚇，對，但我冇有 by WhatsApp。我咪你按照叫你這個叫做 Befrienders Suicide Prevention Hotline actually 是 Befrienders and according to the center 咯，係 Penang ni，okay Befrienders Penang, Befrienders KL, Befrienders Befrienders。特別你按照 identify 你嘅 group 名，就講你是叫做 what 咧？你是叫做我真係冇估啊！但係俾你最虧嘅度啊！你是叫做按照成日講，你會就係講能按照叫啦。我俾你呢隻 group 是叫做 Suicide Prevention Hotline，或是 prevent 係咪 suicide 係咪叫呢隻名啊？是近來 befrienders 咧，能成日頭一擺看到 befrienders 是咪唔知講是係咩嚟咯？Usually the score will only identify as befrienders. You know, according to the state or the area that you know, the centers. So befrienders Penang But of course, even 講上個頭頭有個樣就債嘛，嗰就是 actually 是。按照佢頭頭嘅債啊，我唔知，我冇聽過。頭頭按照你債。我知啦，即係古早 starting Star newspaper or something. You took away, okay. Befrienders organization have been around for a very long time now. So this year is the 40. 我唔知。First 下一年。我唔知喎。OK 啊。你有所人講 befrienders 人嘅債啊啦 ，because 我哋每次 because sometimes 我這邊有叫係 something prevention hotline。other places yang maybe yang 叫Samaritans， is Singapore yang就是叫 Samaritans 咯。係啦，這是一 group 嘅名啦。我是想問講，你按照 identify 個 OK，we are befrienders， we are what？ Because of course, one main business is in suicide prevention, but one also upale. Service. We also do help people who are in palika distresses lah. Kasi ko only go suicide na lo.
有时讲 loneliness 啊，怎么有人有个 issues 啊，mental illness 啊，所以。咱 in US also 有请那些 organization。I know, but 我明白，我是袂讲，那些讲我袂知。我被每時邊我被綁掉時，有時你綁掉伊 information 時，你被可能再講 befrienders 上面啦 ，befrienders 邊樣 ？What do you do? Right? 對。你 Google 有一站。你 Google befriender 嘅 organization 啊，你 Google 你 Google 冚唪唥咁樣做。But 那是講你有心情啊去試，個時間去 Google 咩？即個大有迄個自殺嘅新聞下骹報紙都有下咧，對，出名咧。大你看到蝦米幾有自殺嘅新聞，食到有下一樣嘅 contact 咧，都是一正成 common，真物質嘅。對，比如講我就估冇講報紙，對，every 大people 有出嚟講有 any cases 係 report suicide。yang Asia the few centers lah KL Penang Okay. KL is center office is 24 hours 咯 24 hours 7 days a week 我即係Penang嘅就話你講是3點到12點Actually 報名係俾人上俾死嘅時間啊Yes, you can say that. Because one lang when one call the distribution of calls is the table in a period 就是講，after 18倍then that's the time when the calls will go up 咯。18倍咯，or before 人未去困。Because this is the time when 講usually even 睇你人食你就係咩啊困擾或者有時未困啊，還是也未困 ，because 心亂想物件，腦亂想唔是心亂想，腦亂想。別無，咱講就係心亂想，心嘅物件就是講，但你無 irrational，咱成日講 ，OK，now 是 rational，但係心是 sometimes 是 emotional 嘅。So 人同人講心咧，就是成個 emotional 嘅，覺得是用心做嘅咯。So that's the time 嚟講 we will get more calls 咯。你是你得成。證明人無事，我食飽飯。係咪嘢？證明你冇。Mana serious. Okay. So joke tampo. Yeah, 我去看。OK， 來 continue 講我要聽所以你I mean sorry，我哋對頭先你講到了，你講你是我 interrupted，你講 befrienders 是係咩物件咧？是你是講 speaking as a befrienders，你講 a volunteer or something？kalau one all one work is done by volunteers 咯 one more paid staff แล้ว你做 training 啊？你做 go through training 啊？Our training actually we are one a training topic 行掉 we just started a few weeks ago to go through to join the organization นี่คือตัวไอtake pay เลยby a training that means on 8 consecutive Sundays 5 hours per Sunday แล้ว followed by another 16 weeks of probation แล้วดู training 成個有啥你別人按照把你 staff 假如就講即係observe 你嚇，即係 observe 你嚟喎。我唔是講我一人學 training 嘅我特人 cover 到上 topic 咯所以半工啦，係講我一人做我事。
chance，所以我半工咯嚇。我你先講我 sign up 咧嚇，我 after 過啊 training 過啊時都有成個講，我你probation，observation， 有成個 shadowing 嚟你 correct，哈哈 yes， 啊。OK 啦。Your shadowing 就嚟 qualified defender 啦，對。or experienced defender 啦。So OK，當然我每毛菇加便車，人哋落地車，一人咪是浪定到講起嘛，แล้ว所以我寫起來個 topic 嘛，我就是寫起來 topic 就是會講之類嘛。แล้ว會個浪講下浪家己嘅經驗看。就啦，這邊人捌真實會去自殺過啊！自殺過死未去哦。嚇，即落地車加毛毛菇啊！因為人有人這人笑嘅是有笑，但係去做教嘅個噃，你知啊 ？Yes。就係咱這人笑掉，咱我咩 sometimes 做啊，是去做，咱就做到。แล้วmaybe 落地車都講下一個 incident 啊，你經驗。你係咪數會教下你地步？古早細漢嘛，แล้ว大青春期，也 emo 啊，แล้ว感覺到成出來人無明白我，朋友無明白我，แล้ว心會真濟事，騎掉嘛，แล้ว人看我是笑笑，佚佗的人。外口看起來歡喜啦。嚇，歡喜嘅，แล้ว阿妹是盡到 emo 甲佢死哦，แล้ว我個家己困嘅嘛，แล้ว就真濟壓力啊，有可能是壓力啦，像是學堂嘅啊，讀冊嘅啊。你甲我講過有定到，中國嘅時陣啊，แล้ว就真壓力了嗬，就佢未講嘛，因為無人講，咁แล้ว人成日會嘛，特別我知我未嘛。為了別驚做別搞係咪很，แล้ว壓力嘅時候啊試耍咯，所以有去做。我古早有一幫成個憂鬱症安尼款嘅感覺啦。憂鬱症是 depression 啊。depression 款啊，所以迄陣咧無講出來，無隨人講，佢唔敢互人知，就家己去 attempt 真濟哦，14歲去。attempt 係咩？第一刀咧 attempt 自殺咯。attempt，所以我成日講 attempt 係 seminar 呢。冇，就是頭一刀咧是，我係記我當學堂食 Panadol。喲。食幾粒，因為迄陣我 access 藥就是 Panadol 呢嘛。我當學堂食幾粒哦，แล้ว考出來時陣直直拗，咁咯。แล้ว因為我係咪數講冇啊，冇數啊，係咪咁？แล้ว我有行去學堂樓頂，我學堂4樓嘅嘛。你食啦，你可能是你成拗咧是你有驚呢？坎坷唔是驚，是坎坷是佢使死未去咁咯。我有行過去學堂樓頂4樓徘徊啊，要跳落來嘅，แล้ว就掠，和 counseling 迄陣嘅 counseling 嘅先生看到一啲筍嘛，伊看到伊問我你要做啥物，แล้ว我講無啊來驚，伊講你可以逼掉我講我是看愛跳落去看會死咗咯。他是你幾歲？14歲咯，第屆先。แล้ว我有去 Brangimo 樓頂嘅迄個 open air 卡巴啊，去跳啊，係咪啊？還是Bukit 迄個 Bukit Jambu 樓頂嘅迄個卡巴 open air 本嚟嘛，跳落來啊，แล้ว行懸啊，好彩我行懸，แล้ว我感覺跳落來拔到去死嘅款正吉利啊，所以我古早有大學堂着 counseling 差唔多1-2年嘅，有自殺嘅傾向，不因為做戲嘛，搞做戲嘛，所以無輸啦。所以就等於 counseling 先生是巴黎亞嘅嘛。冇吹過。所以就 OK 啦，無輸啦，แล้ว我有試過大車困，因為古早我看報紙有講困大車死嘛，你 exhaust 接到啲車。特別我唔知愛接 exhaust bike。你是有到啲困嘅。講都知哦。我開條 engine，แล้ว我困。แล้ว厝嘅車迄陣頭鐵厝嘅車嘅時候是北佇外口嘅嘛，แล้ว就坐佇車困咯，困，แล้ว我巴士5-6點就起來做工嘅嘛，แล้ว困，實有淡薄坎坷，特別只個未夠死嘅款着，人講
困到車死吼，伊是地水嘅嘛，冰 color 最紅色款。แล้ว我唔知是愛接 exhaust pipe 嘅，你知哦。哦。就有嘢。嚇！แล้ว想講，哎呀，未啊，今日個仔失敗啊，應該個老闆要請了。哈。你想到要死呢？可能時候，我是要問，你嘅心情是安怎咧？你想到？真平靜。對，我心情都是真平靜。我想講 ，OK 啦，死了就算了，還沒 stress 個了無了，無我事了，我免互人失望，還沒啊，人對我落失望。你是唔是家己對家己真濟 pressure 是咯？真濟 pressure。你有一日你風險感覺到，唔是有一日，有一幫你風險感覺到，原來我無我想象中安尼搞啊。人互我，人對我真濟 expectation， 真濟期望，แล้ว我做袂到嘅時陣，特別人個直直甲我講我會，但我知我袂啊會，就是 start depression 咯。你感覺你知講家己無用嘅時陣，แล้ว真濟物件你感覺未解決嘅，即係迄個時間對我嚟講是未解決啦。特別你要死。要死嘅時陣吼，伊個心是真平靜嘅啫。如果你是感覺到 ，OK， 我finally解決一條事去了，還是我死嘅性就是解決去了。แล้ว我有試過帶厝掉暗門，去掉一半，我媽叫我。我都個笑。無，因為我媽是安尼款嘅，伊叫你好，你無應咯，伊就是起來罵你咧，你知哦。伊已經是看到白白安尼款嘅吼，咧伊個叫我就我把嚇到一下，我說啊 OK 啦，今日個唔對嘅時間了，下晡都出別掉暗。係咪白白？你是講看青，可能唔看。已經是成看甲青青要失去迄個白白，可能感覺咧。你當今安尼，你試過呢一擺吼，你當今過啊大漢過啊，你看到對你14歲嘅家己。你會感覺上面啲當今你想法？唔講咯，因為迄陣是真濟年嘛，14歲到16歲、7歲、17歲款，所以直到有蝦米事未過好，就是想要死，แล้ว過後吼，你失敗上濟到啊，你想到我冇掛過，特別驚嘛，唔敢簽嘛，因為佫唔是夠格安尼款，แล้ว我佫有啉過迄個，因為我係厝你會一個囡仔啦，你係厝誒。無我無啉豆多，全部豆多，我啉西塔摩嘅 Rejoice。全部嘅咩？都是因為我exercise物件就是款嘛。真個啉，然後拗到要死，頭拗真痛，真燒，拗個了出來，你背迄個啊。แล้ว嗰後甲大漢嘅時陣學摩托啊嘛。就想講 ，OK 啊，我學摩托輪住滑，我未到底去滑去浪死啦。特別想講輪住滑死耍呢。即係 reckless 啦 ，reckless 特別都冇一頭去浪死。我冇一頭去浪壁去死可能冇啦。แล้ว正特別特到嗬，做實แล้ว未死啊是真艱苦嘅嘛。แล้ว未死嗬，你會想講 OK 啦，死未成款滑落來就夾一幫個仔 OK 淡薄咯。แล้ว佢嗱個有可能個還沒事發生，個仔想講啊，未啊，我是死較好去。到甲有一日吼，我想講，迄陣甲大漢了，16、17歲啊，我想講 OK 啦，天到時買互我死啊，你看嘛。那既然未死，那只好活下去啊。未死就活落去咯。迄陣是安尼款想，แล้ว迄陣是。正，但所以我在 befriender 下面可能未見過，我會想找 self help 嘅嘛，我有看真濟冊，去找人講，有蝦米，但迄陣你感覺到無人會明白你，แล้ว無人，你問題吼對我來講，對迄陣嘅我來講，迄件事都是真大件事咧，像失戀迄個蝦米甲了，甲好啦，甲 OK 啦，是迄個 pressure 啊，我袂 take it 咧，我想講啊，我咪讀啊，是我要自殺啦，我要蝦米，就是講我愛 give up 咧，特別。未嘛，但到本有淡薄事來 interrupt 啦，做未成嗬，就耍咯。所以我朋友佢早有開玩笑，人講，哎呀，你 hobby 是自殺嚟。人都知啊。朋友知。哦。有時我佚佗俗，有時我有家己虐待家己迄個啊，特別又唔知講有影是真嚴重嘅事，所以人真我啲做笑安尼款啊。我事實我是真 serious， 我要去死嘅。嗱，迄陣迄個心情有影是真病咗。我無 sad， 無好，無蝦米，就是 OK 啦，我不要去死啊，未啊，死去煞。
所以是只 peaceful 嘅感覺。落尾馬路上到底是講啦，一迄陣迄個樹哦，馬路是真細嘅樹啦，特別迄陣是有影路地大嘅樹啊咯，係咯。對。我要講 something 啦，所以上家 because 有時人咩about especially 講啥，在 school 就叫等於囡仔啦，樣有時人聽到樣朋友講哦，然後我要做啥啦，啥物，所以樣別 take it seriously，然後樣嗰時候講朋友啲佚佗嘛，伊上家嚟this year 是人 in Kuching 唔是有一個 case 咧，話係查某囡仔伊要做啥咧，是伊 post 喺 Instagram 嘅位咧，是伊叫人 vote 嘛，講 should 伊死還是活，所以真係人叫伊去死，所以你按法就講的係叫伊去死嘅 more than 係叫伊活掉嘅，所以變咗that's why 伊家己做啥咯。然後有人咧樣 don't understand 講 actually 這是 a cry for help 嚟。樣想我講。哎呀，這個是不是 attention seeker 呢啦？也無曉得。對所以usually 講大家即落地車嚇。落地車。你講 usually 伊迄個人樣有樣你 decide 講樣未死啊，是啊，就是講即條樣是 in a busy because you feel like 講 OK， 這是 why problem 講是被 is going to end up once。我 take 這 step 呢，我 from 咗了嘛，所以哎呀，我講我要去安尼，你要去想干呢，所以但係有時有個人 misread 的安尼款嘅 symptom 咯，especially 有人有 depression 呢，伊看誒，唔係，伊係是個人好嘅，伊就講個人是好 ，is actually that 個人 already made the decision to end in life，然後伊的想佢改加輕鬆嘅。我馬路較大漢咯，我本來想講，為時我佢驚講一堆來也是蝦米嘅嘛，因為 depression 伊是唔是一刻咧，只要會 control 對，馬路未 cure 有，所以馬路上有可能說我有蝦米正解嘅事蝦米啊，我會為時為了抗戰，我會驚我家己想到堆嘅，所以我到馬路大漢了，我會曉啦，我就會去 distract，咪去想，去看冊，去做蝦米，去困啊。係啦，你 manage 要因為困車有時就無事誒，就只少人自殺咯，是日頭昂時陣12點去跳樓無，甲食少誒就，你正解誒時陣，甲了是暗暝，你愈想愈感覺家己愈可憐，愈想愈解，你就去做咧。所以有迄個無講誒人家嚴重過，迄個直接到暗啲講我要死啊，很。為時是安款誒。無講誒，看起來真歡喜誒。好解解。就 Robin Williams 款，個了是人個了感覺伊是真歡喜誒人啊嘛，真成功咪，不伊就殺啊。So I usually is suicide is 一個咩啊？即 ambivalent 嘅 feeling 誒，伊唔是講你 always 係伊是 suddenly 有 some 一個 point 嚟講，你 feel 嚟講你未 handle 咧時間咧，我哋你去自殺。So that's why when one in defenders 是講 we are here so that when you at the point when you feel we handle reach out to us call 啦 so that one at least distract you for the timing so that you 未去想。所以有一曲人互你講都無事咧。有講出來，有一個空出來，好像透氣咯，咱叫透氣啊。對，睇到睇到你水反，伊水流淡薄，吼，你 stress level 就會落，แล้ว maybe 個人唔免甲你講死啊，哇，嗰個事誒，唔免去甲你實到你 problem， 聽啊，是有一個人甲你講廢話問好，都會好真濟誒。唔，我大漢了過後，我有學去講，特別我細漢嘅時陣，我愛。也咪數嘛，愛 hero 啊，未 hero 咧，人講嘅物件我實時無未聽落，我唔咪講嘅，我感覺到人看到嘅是真爽嘅，我咪 disappoint 人，although 我 already 感覺我 disappoint 掉人噶啦，就迄陣是真解，可能所以大漢馬路我會驚本嘅有時，我真等嘅時陣我驚死啊，甚至覺得愛 depression 啊，甚至安尼款，愛 control 到對出去出門看搭車就 OK 咧。買大厝，買一曲人嘅時陣是地界嘅，買一曲人就 OK 啊。
係咯。毛菇係 comment 係咪哦？毛菇嚇，毛菇講你經驗。哈，無相哦，totally 無相。伊個是壓力造成嘅。然後我係頭一擺是 because I challenge 對方。嚇。你是被嗨？所以。嗨，做喺看咧，嗨，了做可以看，可以食心，可以賣貴，心嚇可以賣貴，心本無咁運，好似咁。哦 ，OK。哎呦，你 X 啊？係啦。哎呀，啊，無聽哎呀，你搞好暫時嘅事。唔是，我哎呀，講係你咧，我講哎呦，如果伊話同我講佢講我伊 X 個數啊，呀，是安尼看嘅，佢好陣時是無朋友嘛，無人嘅嘛，even 不有人，攏會知我聽咩？無人會知我 call，無人知我聽，無人會知講我嘅事處是蝦米物件。我愛伊愛到半死，我做甲安尼一物件，可以 in the end of the day。你話實成個你出安尼濟啊，無只失望啦，你。我唔是愛 return 係咪？無只是講。即係是唔定住講本超係咧。啊，對。講是傾上面啊講。教英 straight 變咗係咩？對，然後假如講嘅時，我龜頭 blank 咯，我係咪數？然後心度出來了 ，devil 真係隻 evil 出來了，講哇，你差咯，你袂用啊，你輸予一個人啊，I mean yes，嗰是查某，然後。來啊咯，蝦米物件規矩都是I challenge 伊就對啊咯。你怎樣有骨伊安尼款咯？你有影來走啊 ？OK， 這是threaten 伊咯，威脅啊！你愛搬嚇，會使，我馬上 settle 到這邊互你。你愛走嚇，你個教我講嘅一句，你個教我講，威脅啊！威脅啦，威脅啊！嚇，然後。我馬上做好你看，唔要緊呢。我這邊甲了有蝦米物件會睇嘟落去就嘟落去，會使啉的就啉，嚇，安尼看咯。所以這是無相嘅啦，無相嘅自說法啦。這是迄個心情是講你愛有骨伊啦，愛威脅伊啦，愛 stop 伊啦，莫互伊擱再走伊安尼款啦，嚇。所以是講咯，當今上到對嚟是真係講，因為真係無按照講無 comfortable 嘅都做這個物件個了，是真係聽家己對家己身體真係聽嘅。然後啉得多又好啦，你啉得多過啊？啉啊！你講係啉得多嘅感覺上怎？按照一坎坷上怎？你幾巴多加了你就 start 你頭殼顯流清汗，然後你就坐啲袋咧流成，流了你就嚟拗了，嚇，然後就 start 拗。你就只係落估一間呢？好咩啦，by I think 15分鐘嘅，喺度會出了咯。poisoning 嘅事。因為規罐我冇沉水啊嘛。Oh my god！你冇知係冇坎坷咩？伊比賽。哦，我過曉地皮講過。哎呀，哦，你有大飛講？我嘅大飛講過，應該是4罐嘅嘛。嚇，然後刮啦，嗱比有這個時間好笑啦，按照隨便條圖片無夠嚟，嚇圖片無夠嚟，我手夠粗嘅數，所以是刮了是皮流嘅嗰樣咯。所以是真正聽嘅，講真是真正聽嘅。做這個了是為啊一間啊，對啊。哎呦，你做久啊，你是
注射。伊讲一擺，伊講一擺，我就想一個辦法一擺咯。哦，伊甲你講你一擺呢？伊甲我講啊，兩刀，兩刀安尼款，兩刀。我袂去講節目都想啊去互人浪死賣，我袂講去找走去懸懸的加北條賣，因為我安怎我感覺到我愛走，我本走佇面頭前，特別講我愛互伊看。對，我是愛互伊看的，這個心態就是安尼款。你變成我成個報仇呢？你話啥？對，我互你 feel 到。你用你命來報伊嘅仇，對，所以。安怎我行出來是，我袂記講安怎我行出來啦，但我知講，我行出來時我感覺到我想到對講，哇！我有影甲我講，做甲規身軀，甲了是愛款的物件甲了，哈。有啊。哈，為了安尼款的人咯，是感覺到無達咯，哈。然後第二擺就是應該是10年前嘅咯。OK。12年啊。迄是無相嘅事。講無相嘅事，迄個是感覺到講怨天怨地，安尼款嘅嚇，迄個是怨天怨地嘅心情啊。然後迄個是真咩了，迄個是馬上愛行去了嘅，迄個是馬上愛行去了。這唔是要做互人看，這是你家己有做啊，這是為我家己，因為我感覺到講，我輸甲了，我輸我嘅命互天啊，我無輸互別人嚇，我逐項物件無甲了去了。真濟物件我做袂着了，爸母們看袂着了，嚇。你使甲我講啥物物？講係咩呀？蝦米事會做你想安尼？無啦無。早真係 steady 嘅，早是doctor 有講過講有一日我有影是會看袂到去了嘅，但未 predict 講到底是，然後有教加有。你人 context 上有啲人毛古這些人唔知講你是看袂到嘅咋。你都在搞紅數啦，特去行啦，那個煮食啦，我嘛講，是咩？毛菇，煮食是哦，你手係嘅，我係點我係驚哦，冇啦，會丟掉嘛？係啦，我講，也起來啦，我講，咦，咁搞嘅咯，煮食。冇 ，OK 啦，可能講嘅有咩事，佢。我是industrial accident，แล้ว做掉我係 retina，OK，แล้ว retina 我係 red 參我係 retina 慢就講伊掉傷，แล้ว個 chemical 接起來邊，แล้ว伊成個 bleach 漂白我目睭去安尼款。OK，嚇，所以我早掉嘅時是。doctor 有講咧，แล้ว但係我有真係有心講定係去找，我去個印度啦。你 accident 過了，落股你個感覺就講你就會，你有可能會請埋去。現時講我 in 6 month time。แล้ว我有飛幾時間啦，我有去中國啦，我有去印度啦。แล้วก็แล้วคิดขวาแล้ว feedback 是相嘅。OK， คิดไปช่วย看ท่าน醫哦，是唔是？對，คิดแก้ consult 性嘅嘛，對愛 consult 性嘛。แล้ว真係啲人是 doctor 是講唔使開刀，咪開刀。แล้ว伊講你開出來本是別用，because 用 X-ray 看到我物件解了嘅。所以 until 有一間 doctor 本是想啦，當人就是好撥，伊甲我講我甲你撥，伊講。然後我甲你開一邊，我愛看啦，面到底是安怎款。唔知喎，這個。嚇，所以伊就甲我開咯一邊咯，所以伊開起來呢，伊看到咧甲我冚到對嘢，伊講袂，伊講有影是人買動，伊個另外一粒reserve，和 in future 有蝦米新嘅 technology。嚇，那款，然後真係 steady 嘅啦，但是。
講不要緊嘛 ，try 啦。insurance 有 cover，係咪其他有 cover？然後間隔有一日都好上下去對，去做 appointment 嘅時，然後 doctor 甲我放一種藥水。我都有甲伊，其實我無 blame 人，唔對啦，我無 blame 人。我甲伊咪是講 doctor 講袂使dilute我目睭 ，do not put me any drops。我甲伊講咧，因為愈人看會到，愈 drop 迄個dilute我目睭是互我眼孔更加大咧，去成個貓啲 MS 伊開去，所以所以 doctor 伊會看到我目睭真濟物件。然後我甲伊講。對，所以我講買棒，然後伊講冇doctor講棒，然後硬咯，甲我棒落去咯，棒落去了，我就奇怪了，按照我無 colour 去規個目睭。係咪？你是講看袂到 colour，還是你目睭會？看袂到，看一頭 grey colour 去，上家人看古早人翕照影嘅嚟看。然後我心都赤了。然後表叫我講 baby 講我咱困一醒先，嗰時等 doctor 來，就係 doctor 本無看我，甲伊講伊無睬我，然後咱咪困一醒咯，困一醒了，隔日，按照我聽到有人夾住，按照個暗毛毛嘅。哦。你是跌落冰目睭啊？落冰目睭。跌落冰對嚇。So that is the end 咯。That is the end 咯，我未記幾號啦，我未記幾號啦。意思即是意思，你若是無跌咧，伊有可能會打很較久，還是你會看到較？唔知，你唔知啊？我有 bring up 即個 issue 甲 doctor，但係伊無互我真正嘅answer 互我。OK。然後小妹啦，of course 小妹啦。小妹嘅老公啦。小妹甲老公咯，แล้วpinpoint 咯，佢就是 pinpoint 人嚟嘛，係啲事情嘅事。是6月節那邊個，到啲當今。過了，就是6月節過了啦，過咗6月節了啦，過咗6月節了，然後就冇成日甲人講話咯，嗰陣時就笑啦咯，因為唯一一個 chance 冇去了咯。然後是放棄啊，完全冇。是放開了，斷開了，開了之後，我你 before 你冇看到做只學個了去嘅時，你會看到落只。幫飛來飛去呢。So 不是我愛物件看到。無看會到。哦，你是看到只隻物件，成個有刷呢？哦。แล้วอีเติ้ลถูกคีโมโนคัลเลอร์ซิงอันนี้ครับแล้วตีกุยอะก็คีโมโนคัลเลอร์โมโนโครมตีอะโมโนโครมเดียวแล้วลู但是疫情嗰時想講，哎呀，若是無跌，有可能我個看會掉過，可能會消化。掉有啦，掉有想誒，掉有去 blame 這邊 blame 呢邊，掉有誒嚇，腦啲堵掉爛了嘛，佢人參起你阿姨來殺物件來食，誒滿掉客啦，迄啲物件，總之無一個人會甲我講話就對啦。not one 了有幾年嚟？幾年？頂一空8年，一空9年咯。8甲是9年，8年年尾，對，8年年尾。哦，還是你聽到邊個講啦？我係你話，但係有邊個學緊陪了我行了位嗰陣時，所以我就是咳到一半了位，無安尼傷心了位。แล้ว所以你較早就聽，你後尾出書時，你就聽邊個學緊了？Yeah，是 Alex 放好啊嚇。Alex 隨後你聽啦，แล้ว伊是隨你聽，伊是等到無書時就隨住啦，有書時你 continue 聽，是你走去哦。冇啊，我就 join 到嘛。特別你無講講，再講你 depression 嘛。乜嘢講講？所以你無人看未出啦，就是講人是。乜嘢講？我就係講是 BB 娃娃蝦掉啦，佢我白 BB 娃娃啦嘛嗰陣時。你看到我 suddenly disappear 幾年去嘛，無記去嘛。然後講，然後佢嗰邊，
哇！我甲你讲，你规日就是卖食水，卖放屎，卖放尿，就是困了饭床位，哈。然后规身躯真正臭，无洗头毛，无头毛，冇头毛，咁无得味道会臭味，我甲你讲。哦，所以你是只有帶到厝啦，了 ICI 安怎？啲鑊味，嚇。了，等到有一日，Alex 就伫我邊啊啦，了我就伊唔敢甲我講話，伊是領店嘅，伊只同我在講，我到這邊，嚇，安尼款嘅。然後我就甲伊講，帶我出去，你一度真歡喜，你真歡喜。我講你帶我出去。伊問我去倒咯，我講也我呢款不要緊啊，安怎本好，你帶我去，我伊袂曉嘢，我講不要緊，你帶我去外口，我愛去觀光的喂，我愛去透氣，然後就行，就行咯，行起來我心到底變真緊，嗰陣時我就真緊，我緊天，我真緊天，我講恁白白甲安尼關。同佢都掂我啲塗骹，為個表見到個拍喺我腦骹，然後去嗰邊，然後我問佢下骹有蝦米物件，然後 Alex 就講伊講無啊，下骹是 concrete 咯，basement 咯，真啊人行來行去咯，下骹真係濟人咯，然後我講這幾樓，伊講5樓呢，然後我講會啊，伊唔知乜哪是？伊唔知。現在，然後就食咩超啊？佢偷啊，佢有成日偷啊，偷大啊！食咩？一支卡起來啊！你問我做咩事？你一張我咯。然後就講咯，伊就講咯。你係點解到錄出過啊？是？呀，到錄出過。然後就講咯，了唔會迄個是 connection 嚟嘛，one block to one block 嘅 connection 嚟嘅。So 都好，迄個本是另外一個entrance side entrance 和不拉瓦嘅，了伊 security 都裝來，我講亂來，我個家咩路，我講買來，你學我上一下聲，你學我到這邊上一下聲，嚇，然後下骹嘅人。我有聽到人哋講啦，了我聽到有人講，唔知愛啱要啲啦。我都可以記得清楚㗎啦。嚇，了Alex叫我咯，Alex吵咯。伊講買，伊講你落，我對你落，我對你落。伊講你上，你愛倒一下，假是愛兩人白去。了我甲伊講，我家己一人，你愛倒一邊。伊講袂，了第一邊兩人2個咯。無想蝦米，就是想講，天互我誒，做咩事我也找我誒物件，然後我無通講我出來人，無通其他這物件啦，我賣花車啦，攞電話我賣做，然後Alex 講一句呢，伊講我帶你行，伊講我講你對我有句。我講對人一個人一個 circle， 你見之講 OK 啊，咪就係你邊州人啊，你玩咗？伊講未？印度啊，嚇，伊講未？有講路啦。嚇，伊講喲，ICI 嘅好，係感動。係咯，就是伊感動咗啊，然後。落來了，好彩伊無人做 police report， 伊人講免做，伊講是無蝦米物件，是隨到家路安尼款物件。安尼款了，唔知你到我感覺到真濟人來找我了，唔知你三姑六婆啊，唔算三姑六婆啦，樣是過來 concern 係你 NGO 嘅人啊，最我唔知啊，你 religion 嘅人家了本來啊了。我講咪學我是你家己嘅時間當咪嚟亂話，我講 thank you 你學我家己一人，我講我甲Alex 做只會使啦，嚇，
啊哈。你厝内人知哦？交尾甲知，交尾甲知，然後本是伊較 quite strong 啦，quite strong 啦。然後無講蝦米本咯，是甲了 Alex 解教，但係講咪提起這條樹啊咯。然後所以也有一年幾嘅時間，咱嗰陣時就start國家聽你 podcast 咯，故事就咪啲聽咯。你這班我唔知嘛，我到底唔知嘛。你有甲別裏邊咧學嘅人講着？我甲你話講。哦。我有聽到是，比如我冇甲我講，伊是你家己甲我講，有一道是你講你要出來了。呀。ready 啦嘛？對。你甲我講 ready 了，我無想到講有安尼正日本，還是我無想到。感謝你講 share。OK， 所以我未講伊這個故事就是 context 講做咩事有人會想，你對一個無 depression 嘅人，還是無經驗過安尼事嘅人嚇，伊只坎坷明白講。安怎你去試頭一條想到，你感覺 especially 你因為 befrienders 是 plural 還是 singular？ plural。OK。你看我 information 看對唔對？你看我係到啲YouTube 嘅，你看。我是要再講有啲人唔捌經驗過嘅人，有當時嘅感覺就講，你安怎嚟講？是唔是？你安怎嚟做事？一個人就是只想到，就是咱想到咋？而伊人是用一個 healthy 無問題嘅人嘅頭腦來想法嘛。對 ，correct。所以咱我感謝我拍廣告啫。啊，其實要緊嘛。第一就是人講哦，做事安尼講。The best answer is you walk one day in my shoes. Only then you will know. Because 無相人行無相嘅路誒。對啊。Even depression also, even 人會寫本有誒。我要問人有成日講大啲別個，成個別個人啦，成日有當然有人無經驗過，你看你咪見人攞有蝦米問題冇有呢？我要知可能，我要知咩？多正嘅人。你好會。我就是要知，我每日做物件，我只做物件，你成日講，喲，我安怎懷疑到成日 curiosity 咯，成日 curious 講啊，哎喲，安怎你安尼做，還是做咩事你蝦米物件好喎？無人啊？我是明白人蝦米數會想要去自殺咯。你是就是啊？你是小金啊？我是國比奧。哦，國比奧哈。嘅了，我是感覺大馬人我哋朋友講哦，人想要自殺啦，人真好彩，就是有人幫人過關咯。對。一個就是講，伊嘅麻紅飲一條暗時，伊嘅麻紅飲叫伊。你想法是伊嘅麻，還是無叫伊，還是無呀？會發生咁嘅事。了。毛毛菇誒 Alex 啊，還是講佢哋是無佇伊身邊啊，可能就是這個咯，係無我較慘淡薄，唔過無人會帶我行到迄邊去。
还没事，还没事。无人会坐我行到5樓去。如果就個人看你，你是講？對。我是感覺啊，我是感覺啊，你也是真正要去啊，無人會阻止你嘅啊，這真危險嘅物件咧。啊，แล้ว我是做新聞嘛，我看過真濟。啊，你 Superman 落來係咪啊？我看過真濟。แล้วก็濟人講，像阿 John 講冚做你講係咪啊？你伊講可能人吼，就是證明講伊無明白咯，伊家己唔捌想過，還是伊用伊家己想法，伊用伊家己想法去啊。了，個一項條嘅，好 ，sorry， 你講。哦，我是要講有啲物件就是人真按這種嘅問題啊，人無愛講咋。你無想講凊彩啊！來去啉咖啡去講自殺嘅話題看是，去啉咖啡講看迄個頭，咱嘅頭啊，有頭有咩毛有咩病啊，咱嘅mental health 啊，咱亞洲嘅人是無夾出來講嘅，嗰啲物件，你感覺到成個就無變嘅物件啦，即是，即係 taboo 啦。stigma 係咪物件？我哋都冇，即件事就stigma 嘛，如果就係你講就講，哦，依個即係人笑喎，如果 the stigma associated with 你估字笑啊嚇，真正很可惜哦。你講咱講笑啦嚇，即個字啦，咱安怎會啥做可以無 stigmatize 去啊？咱就愛得你被換伊嘅，即係咱按照講即笑，還是咱講笑是只正常，係唔是正啊？唔是人講 normal 啦，笑是只普通嘅事。唔是咱講就笑，咱是想就講我哋哇，怎麼嚟伊嚟起大笑啦？咱嘅頭笑就是意思，就是講咱嘅頭腦裏面有淡薄無 balance 嘅health 啦。成個有當時，人唔是講你隻條感係咪嚇？你就是你變做是人變做破病人嘅嘛？即係咱頭腦裏面有病，本是成個人去條感啊，去醫啊，還是有啲傷氣嚇。唔是講特人會曉成講路，安尼講咯。咱特別講較濟啊，所以人有嘅時樣嘅感覺，就講無變啊，是咪對？對哦。有陣時講咱當人了，咱亞洲人個咪講嘅你唔講，咪講啊變做個個死哦，變做無通 share 你 education 無 share 掉去哦。because 這邊嘅人係咯，你講你講到係故事哦。真正濟物件 come up 啦嚇，我同佢講，哎呀，一出來 problem 啦，可能做啦，可能做光頭啦 ，a lot of things 啊，แล้วyou know the 嗰個佢係法律超會啊，講有啲人在被 violent 啦嚇，係咪？即係啦，個 Asian 嘅 perception of 講 mental illness 嘛，但係 mental illness 就是 due to 講人嘅 brain 嘅 chemical 冇balance it's not equilibrated so that's why 講有安尼款嘅 issue 唔是你明話曬條無變嘅物件啦，就是咱是會講，咱是咱會講開起來講。你我 OK，你咱看我歡喜無歡喜，咱看我是唔是第感覺到我是第夠笑、第夠笑嘅人？I mean 好 in a good sense 嘅笑。特別我驚佢家己嘅 depression 嘅時候冇人知，對唔對？我唔是 clinically depressed 啊，但我有幾日到晚我 usually 是到底我對馬來西亞較係對來嘅事啊，我會 go through 一個我會成個 after post vacation 嘅 blue 啊，แล้ว我會感覺呢嚇是我做咩事較時期我頂到嗰時人看我頂到嘅時，我是想講。安怎若是你正式愛來講咧，你是會 pull yourself out from depression 嘅。我頂到嘅想法啦。แล้ว我 until 一年嘅時，我會記是你過2年嘅時，我會記哦。2年頭一道2年，唔是第二道2年。
頭前嗰邊咧學見你讀呢時，我對其實我都只隻 breast 咯，只隻步抓關啊，項目話咩咩啊，因為我只真正 excited 只係咯，因為我 always to be on 咗咋 ，because 人 listener 讀嘅話是我 always on 成個我 show 嘅 personality，แล้วว่า步抓關項目話係我佢會 on always all the time，因為對嚟是。แล้วก็จะจีตอนแกรอปีหลังตู้เดียวว่า feel 到ว่าจะ high นะฮะแล้วว่าตัวไหน vacation ตัวไหนก็是ว่า suddenly crash 就 from อะไร high 啊他是คิดว่าตัวไหน時候我唔是講我不 famous 係咪咋我係你ว่า到底我不明白即是我係 chemically imbalance 嘅頭腦我不 understand 嘅我講做咩事我直接 question 我問我做咩事安呢 big of 我嘅 achievement 啊你被 consider achievement 啊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ป็นได้ฮอกเกนพอดแคสต์ดูเดี๋ยวในเจรังอันใน成功啦我是感覺到做到我就ไม่รู้ว่า對嚟是我ราซา我จะอี個唔是激心喎我是ราซาที่ว่าไม่ตู้หลังเนี่ยจ้ะว่าไม่กำลัง講ว่าI 關到房間關到房間 draw the curtain จริงๆการนับ Bruce หลังเนี่ยฮะว่า看到อีแล้วว่า被成個 annoy จ้ะชุนในหลังกันแล้วว่า做工我就看เขาไปแช่กันแล้วไป去做工啊哇！我真正看考就想到要去做，我無想到 IC，我是想到我買技能咧。แล้ว一禮拜過，我想講是 jet lag 咯，一禮拜過，2禮拜、3禮拜、4禮拜，一個月、2個月叫我 feeling 就是想我 feel 到真正我買技能。但係時期我甲 Bruce 講，我 feel 到我 I think 我有淡薄 depression 啊，當時我幾 observe 我嗰陣時。我過夜時你看到我個無一在我嘛，我其實也無愛出面無愛見人。伊講那是你感覺到安尼時候，你感覺到我需要時候，你特別硬硬 insist 坐我去看你棍啦，我甲伊講。我錄音變咧學緊錄音，冇滿手錄音啊，特季節走錄音，特別無人知。所以我感覺到我還是去經驗，還是去學，我感覺到講哦，原來這唔是你，我安尼歡喜嘅人，平常時安尼歡喜嘅人啊，我。try 個安裝滿好啊！我未就是未講可以保持這個 feeling 啦。我是冇教你地步，講我未去做晒地步啦。特別我 once experience 個 depression， 我就講這是你未控制嘅物件嚟。correct。我看你也是講你會曉甲邊個人講叫人注意你啊，你應該是冇講正解啦。一種人是點點啊，一頭騎車嘅，係你個危險咯。我就是啦，殺掉我特別冇好勢。我是感覺到冇好勢，特別我都有啲人是冇係你冇教，你冇教過啲地方，一直頭是通過去，我唔去死啊！你但係講人 Asian 唔係個人講嘛，對。แล้ว你會知人嘅 Asian 嘅人是。我สุกกับ人講是講人嘅文化係咪個了啊？本是一個 package 嚟，人唔係個人講是應該你知講你講咧嗬，你嘅媒體應該顧家嘅，一人成日個你做工嘅人啊好，喂，伊有安尼款嘅媒體安怎好啊？咪款啊，樣本未 handle 好你嘅啫，一成日喺啲別人嘅社會可能較好嘅嗬，樣個健人，成日人講相對較健康嘅社會。樣都無驚講互人知，應該人知講樣講啊會好勢誒。一人這邊嘅是較坎坷咯。如果你是咪講是因為驚人煩惱，還是咪講驚人看袂，驚看你怪怪。驚人看你怪怪，因為人嘅社會就是安尼款嘅嘛。OK 哈。你去迄個，像啊你去講迄個學地都嘅位啊，你甲人講你無驚，因為你知講樣也袂去甲人講，也袂去搶你，會幫你嘅哈。啊，你若是講你甲你嘅同事啊，是安尼講啊，樣袂 handle 嘅話吼，แล้ว感覺我知你去做工，嘅人甲了成日看你成日無想去啊，樣直注意你嘅時候，你家己較袂好勢咯。แล้ว第二人嘅社會吼，負責我有。聽他哋衛生部嘅副部長，伊講過一道馬來亞那邊嗬，10人那邊有4個人有 mental 嘅 problem 嘅。แล้ว下嚟時我都唔捌聽過這個事嘛，我就真啊就請驚咯，因為10人那邊4個人有嘛，就真啊就請驚咯。แล้ว我去找find out啊，我去找嘅時啊，有領事嘅，
特別即個40%嚟講，我是真係輕嘅本隨時啦，也真係重嘅本隨時。都10人裏邊40%有 mental problem。成日講啊，你講咩人本隨時嘅話，嗬，就隨時40%裏邊嘅一個咯。啊，你壓力較嚴重嘅是無講真濟啦，啊無人嘅社會本真係解咯。啊是講真係濟嘅話，尤其是你嗰啲城市裏邊嘅搭車啦，等無巴士啦，都更可能咩啦，會加你咯。kampung嘅 lifestyle 就較好咯。逼切啊，冇得逼切啊。kampung lifestyle tidak apa mah, begini. Iya, dia mikir add to see if you lang, I mean if anybody listener cuci lah. To try call okay, 这类人有食 antidepressant 的药诶。That means if let's say 你人食 antidepressant 的藥诶 ，as a real friend 你就會講注意咯。佢看我講注意 the person that 食 antidepressant because antidepressant 的藥啊，伊人 those people who 食 antidepressant 的藥啊，就會較小心 because 大人就是 if 伊人 suddenly 無食，伊會 chemical 被 balance 啦 ，then 伊人 will become 更加 suicide。可能嗰啲 US 我唔知啦，可能你嗰啲唔理。你看你 YouTube 嘅 stream 看對唔對 information？ 對 ，yes。我嘅先嘅，但係我看到你 Facebook。OK， 當佢冇人講個疾病性嘅，冇人講只長啊，即係要緊嘅話題，講自殺，講心病嘅話題。我那是要俾聽講毛毛菇加落地車安怎 manage 安怎控制人家己嘅心病事，咱哋下禮拜都真係少聽。然後講個病性啊，然後對這禮拜嘉賓呢，都是嗰條講起please 可以 cover list， 都是個 BR 啦，金湖小金湖啦，只小我哋都不斷買用個 BR。400搞大粒頭，落地車唔是毛毛菇加話，我看到話到底你加話 ，OK， 你拜拜嘅，拜拜。頭啊，拜拜。拜。